女性嘅肺癌患者裏邊咧，70%都係非吸煙者嚟嘅。食煙只係其中一個導致肺癌嘅風險因素，仲有其他嘅風險因素，譬如話戒糖啊、斷食啊、咩蛋白質嘅都唔食啊，想餓死啲癌細胞啦。其實癌細胞比我哋更加聰明。目前醫學界公認最有效嘅肺癌篩查嘅方法咧，係叫做低劑量嘅胸肺電腦掃描。作為香港最常見嘅癌症，同時又係最致命嘅殺手，肺癌因為早期冇明顯症狀，所以大多數發現已經係晚期啦，絕對不容忽視。今集我哋收集咗坊間最常見嘅5大迷思，同大家一齊問下醫生。余醫生啊，想問下啦，唔食煙嘅話係咪絕對唔會患上肺癌㗎？嗱，呢個係喺亞洲地區嚟講咧最大嘅誤區啊！我哋睇翻歐美嘅情況啊，歐美咧大部分嘅肺癌患者咧都係煙民嚟嘅，咁所以佢哋對於個風險評估啊，或者係篩查嘅建議咧，都係針對吸煙者為主嘅。咁但係我哋亞洲嘅情況咧，同歐美原來係好唔同嘅。嗱，以香港為例啦，2023年嘅數據，我哋發現原來女性嘅肺癌患者裏邊咧，70%都係非吸煙者嚟嘅。食煙只係其中一個導致肺癌嘅風險因素，仲有其他嘅風險因素，譬如話空氣污染啦、二手煙啦、煮食油煙啦、家族史啦，或者係一啲例如 EGFR 嘅基因突變啊咁樣，呢啲都係導致肺癌嘅一啲嘅風險因素嚟嘅。咁喺我哋亞洲地區咧，我哋嗰個空氣污染嘅情況相對比較嚴重啦，我哋嘅 PM2.5嘅嗰個濃度亦都係比較高啲嘅。咁所以有好多吸煙以外嘅風險因素，其實係不知不覺咁增加咗我哋呢個地區嘅人患肺癌嘅風險㗎。咁電子煙係咪比傳統煙安全，係唔會傷肺嘅咧？嗱，絕對唔係啊！嗱，電子煙咧雖然冇傳統啲香煙裏邊嘅焦油啦，咁但係佢噴出嚟啲氣霧咧，其實都有好多嘅有害嘅物質㗎，包括甲醛、乙醛、重金屬同埋一啲可吸入嘅懸浮粒子，呢啲咧全部都係會個肺咧造成一啲實質嘅危害㗎。咁仲有啲電子煙裏邊嘅成分咧，其實佢冇標明。你根本唔知道佢加咗啲乜嘢喺裏邊，咁多唔知嘅東西食咗落個身體，風險更加係冇辦法評估啦。咁所以無論係傳統嘅煙啦，定係電子煙啦，其實都係對身體有好多嘅危害嘅，掂都唔好掂。有煙癮嘅朋友要盡快戒煙。咁如果照咗肺部 X-ray 顯示冇事嘅話，咁係咪代表個肺好健康啊？其實唔係㗎，因為咧 X 光咧，其實佢有好多盲點嘅。嗱，早期嘅肺癌咧細粒同埋個密度低，有時 X 光咧係照唔出嘅。咁有啲嘅早期肺癌咧，佢就收埋喺邊度咧？心臟後邊啊，橫膈膜嘅後邊啊，甚至乎係喺啲肋骨嘅後邊。影嘅時候咧，你根本分辨唔到嗰度個肺有冇生咗有個腫瘤喺度。咁所以呢啲情況咧 ，X 光咧係好難偵測出呢啲早期嘅肺癌嘅。依家目前醫學界公認最有效嘅肺癌篩查嘅方法咧，係叫做低劑量嘅胸肺電腦掃描 LDCT。咁佢可以發現一啲好細粒嘅早期嘅肺嘅結節嘅病灶啦，佢準確度比 X 光係高好多嘅。只要冇咳、冇氣促、冇胸痛嘅話，咁係咪代表個肺部就一定冇腫瘤咧？早期嘅肺癌咧，一般係冇症狀嘅。咁所以我哋睇翻2023年嘅數據咧，其實有一半嘅個案發現有肺癌嘅時候咧，已經係屬於第4期。肺裏邊咧，佢係缺乏一啲感覺啊、痛覺神經嘅。咁要去到個腫瘤好大粒，壓迫到支氣管啦，咁先至會覺得有啲咳啊、咳血啊咁樣啦。嚇，如果佢係擴散咗去骨頭或者入侵咗胸膜嘅時候咧，先至會覺得有啲心口痛啊、骨痛啊呢啲咁樣嘅症狀嘅。肺癌咧係好容易發生骨啊或者腦嘅轉移嘅。咁有啲人佢覺得骨痛、腰痛去睇骨科啊，或者覺得手腳麻痹冇力去睇神經科，一照先原來發覺佢係有一個肺癌嘅擴散。咁食靈芝或者某種嘅超級食物，可唔可以殺死肺癌細胞呢？嗱，目前冇任何嘅科學證據證實某一種嘅保健品咧係可以治療肺癌嘅。靈芝喺啲細胞實驗裏邊咧，咁就發覺佢有可能可以有一啲抗氧化嘅作用啊，或者係有一啲免疫調節嘅作用啦。
咁但係呢啲就唔等於佢喺人體裏邊咧係會有一個我哋期望嘅嗰個治療嘅效果嘅。所以保健品咧絕對唔可以代替正規嘅治療。咁坊間又有啲人就話啊，我戒糖啊、斷食啊、咩蛋白質嘅都唔食啊，想餓死啲癌細胞啦。嗱，其實我哋以為自己呢啲方法好聰明啦，其實癌細胞比我哋更加聰明，因為佢發展到呢個階段咧，佢已經獲得咗好多嘅能力，譬如話佢會有啲滋養嘅血管去同身體搶營養啦，同埋佢識得去逃避身體嘅免疫嘅監控，令到佢可以不受控制咁樣生長嘅。睇到嚟呢度，相信你都好重視自己同埋家人嘅健康。FWD 網誌仲有大量好實用嘅健康資訊等緊你，上嚟 FWD blog 花少少時間關心自己啦。